人生路上，我哋總會遇到無數嘅交叉點，每一個決定都可能影響我哋嘅一生，甚至係身邊所愛嘅人。特別係面對重大影響深遠嘅難題時，我哋心裏面經常會感到迷茫同不知所措。喺呢個時候，你又會點樣去選擇？點樣去行出你嘅下一步呢？係衝動行事，定係停低思考？喺舊約聖經士師記20章18節，以色列人曾問上帝：我哋邊個要首先上去與便雅憫人爭戰呢？呢個問題提醒我哋喺作出任何行動前，先停低腳步，耐心尋求主嘅心意。神嘅智慧遠高於我哋嘅籌謀，謙卑求問至關重要。親愛嘅朋友，慈愛嘅上帝從來都唔會撇下我哋。喺每一個人生嘅十字路口，佢都喺度等緊我哋去親近求問。只要我哋願意將憂慮同決定交託，佢必會用愛同智慧指引我哋行喺光明之路。願愛平安同神嘅智慧常與你同在，陪伴你走過每個抉擇。